暖暖十门溪，咱来故事看万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暖暖十门溪。一句以前有一间三合院话本故事。过去的农业社会，男尊女卑，查某人主要是照顾厝内大细，同时都爱扮演新妇、太太甲妈妈三种无同的角色，生活中承受相当的压力。一旦若是失去红纱的瓦靠，或者是囡仔去互无去，造成的打击往往非常的大。伫三合院话本内面，都画着一个精神出问题、不幸的查某人。今仔日的话本故事，咱做伙入来马哈囡仔讲的世界，到底来了解迄个年代查某人是安怎会起笑。有天，我从妈妈的房间看见院子里来了一个疯女人。我问奶奶，女人为什么会疯？奶奶说，女人疯了，不是死了丈夫，就是死了孩子。有一天，我对阿母的房间看到亭里来一个笑的，我问阿嬷，迄个查某是安怎会起笑？阿嬷讲，查某人会起笑，若毋是红晒过身，就是囡仔无去。感谢姐嘛，感谢敢若剩即几支哦，但我经是较甜的，莫伤甜啊。放心啦，阮兜的甘蔗吼足甜的啦，这支好，这支好，这支吼连囡仔教的拢有法的啦。好，安尼就写这支。甘蔗汁嘛，对存无几支的甘蔗内底挑出一支，随甲皮卸掉，甲白色色的甘蔗剁做一块一块下入去塑胶袋仔内底，送人客赶迄袋甘蔗走。甘蔗汁嘛，即阵才看手挂迄粒大粒的查甫人的表啊！哎哟，今仔日毋知是安怎样啦，已经得要1点啊，连一捆甘蔗都拢卖袂了，唉。甘蔗汁嘛有淡薄仔烦恼，因为平常时12点进前就卖了通收单。是讲厝里嘛，毋是有人咧等你转去。今仔日煞心情一直真不安，心肝头暗暗，又阁讲袂出是啥物原因。甘蔗汁嘛，甘蔗汁嘛，阮阿嬷叫我来找你，恁兜有人来。甘蔗汁嘛，听到阿青大开喘袂离咧甲休。赶紧甲卖无了的几支甘蔗，甲涂骹的甘蔗皮总地地咧，囥去你迄台改装的三轮车，摒势出来，大卡单甲阿青斗阵赶转去厝。甘蔗浸就看到一台乌头仔车对因兜驶走，铺咧拍甘蔗皮的亭里，有一个人徛伫遐。阿蕊啊，你总算转来啊！今仔日哪会遮晚？阿凤姨啊，今仔日生理都无介好啊，卖了有较晚啦。迄个是啥人啊？
甘蔗井当三轮车入来到埕斗的时，目睭影着坐伫面子骹一个长头鬃的查某，一时闪工去。这个毋是阮秀官啊，官啊，你哪会转来咧？恁守官啊，对落车就戆戆坐伫遮，问个啥拢无要应，我毋则叫阮阿孙来去甲你叫。哎哟，哪会安尼啦？官诶，你是安怎样啦？见红咧！甘蔗井轻轻啊显秀官的肩胛头，秀官同款一句话嘛无讲，目睭硬硬咧上涂骹，一泡长头鬃乱糟糟趴伫闪屏的镜头，规个人戇神戇神。阿蕊啊，我看你敲一个电话去互恁囝婿问候清楚，秀官这个形怪怪哦。怪怪，毋那怪怪，这个头毛闪爷爷的查某人，根本就无像伊的心肝宝贝查某囝。甘蔗井哪有踢的，拄甲伊强要无法度喘气，目睭乌暗形，往事一幕一幕飞过眼前。伊还会记得当出世迄个红红幼幼的影仔，会记得迄个白头鬃尾仔扑扑跳的查某囡仔，嘛会记得迄个笑起来亲像一蕊花的查某囡仔。即马山脚安怎嘛袂认得头前即个面色白苍苍那鬼、无神无魂、长头鬃的查某人。阿卡阿公，我甲恁讲哦，阮兜对面有一个头鬃足长足长、目睭足乌足乌的小婆啊！我迄天无张伫看到伊的目睭，毋是啊，就目着伊来撩我。头鬃长长的，你讲的是鬼哦？鬼，我嘛想要看。阿公，莫啦，是鬼呢！行，咱来去看。阿青，莫去啦，我会惊。咱是三剑客呢，要去当然做伙去，免惊，有我伫咧。阮阿嬷讲鬼拢惊我呢。目镜里，你哪会喊名？安尼你去看你会喊名无？但是我会惊啦。惊啥物？咱是三剑客。三个囡仔爱册包哪走哪跳，一时仔就挖入去阿青因兜的小路，先细机踅过边仔，才趴伫街墙仔顶，向内面四界咧探。伫倒位？咱来走啦！遐啦，你看迄个有花布梨仔的窗仔门。阿青手咧举碗边仔的迄间护铃。好，迄鬼咧，鬼伫倒位？听到人的吼呢？我嘛听到啊，紧来走啦！我足惊的。惊啥？有我伫的，是迄个小的咧哭，毋是鬼咧吼啦！三个人的声音关关家家传入去厝内，雄雄花布梨仔动一个，看一支白色的手伸出来掰一粒花布梨仔，乌乌长长的头鬃随对窗仔门旁飘出来。阿蕊啊，莫哭啊啦，哭嘛袂当解决问题啊，较振作咧。咱紧想看要安怎互秀官啊好起来，该互食药啊，嘛着照起工仔互伊食。药仔食了，伊就一直困，叫嘛拢叫袂精神。我惊吼，亲像甲伊老爸共款啦，伫咧困眠中就来过身，连一句话嘛拢无甲我留。咱若无食药啊，要哪会好？伊安尼失神，袂认得人，嘛毋是办法。我的查某囝我了解，
伊伫迄个家就是食伤侪苦，甲代志拢屈伫家己的心肝内。我逐工拢嘛甲伊讲足侪话咧，互伊知影伊已经转来啊，转来伫家己的厝内啊，啥物拢免惊啦。啊，你安尼规日甲伊关伫厝里，敢好？总比去精神病院较好啊。建宏讲，捌互伊去精神病院住1礼拜，正1礼拜。阮管啊，一喙饭都毋食啦，拢靠迄个注射咧补充营养。可怜啊！秀官啊，应该是伤心过度，毋是起笑啦。你这个囝婿实在伤无良心，秀官出代志，竟然自头至尾拢无来甲你讲，直接甲人就送转来。啊，阮迄个囝婿嘛是不得已啦，因老母啊，就逼伊甲秀官啊离婚啊。你还咧替伊讲话？你有甲恁兜准家来讲，秀官啊，互因大家逼离婚的代志无？啊，伊讲伊家己的代志，就拢补袂了啊，哪有迄个时间通去插因小妹仔的家内事？明知影好野人兜的饭碗歹捧，却硬要去捧，也毋看家己是啥物出身。甘正进安尼讲，阿青因阿嬷甲阿凤姨喙塌的，毋知要安怎接话。确实，当初知影秀官要嫁去这个大户人兜的时，庄顶的人拢串一条，迄毋是一般的大门大户啊。秀官是咱庄里上水上巧的查某囡仔，若毋是看咱秀官水，那就急要结婚。是啊，连大学都无毕业就结婚。啊，建宏就惊阮秀官啊，互人掠去啊！啊是阮秀官啊吼，含慢啦！啊，结婚遐尼侪冬，无生到半个，啊，人个遐尼好野，当然嘛想要抱孙啊！拢无用胎哦。迄时我有叫你甲秀官讲，爱去看中医。有去看啊！啊，中医就讲阮秀官啊，领地需要滋补养心啊。敢有补？补，若梦想操劳，就阿弥陀佛啦！秀官啊，过去一冬，才敢甲我讲，伊逐工天未光就爱爬起来，传菜仔饭互大家官食，互因会赴去拍山球。暗时，阁爱等建宏啊应酬转来，不时就舞到3更半暝才通停困。遮尔有钱，敢无请使用人？厝内有外劳，有司机，啊，但是买菜嘛爱秀官啊去买，建宏啊上下班嘛爱秀官啊接送，大家要去啉咖啡、买物件，拢着秀官啊再出再入。伊头一梯无2个月就落梯，啊，第2梯虽然有好好养胎，当到3月日还是无去。第3梯医生讲这是惯性流产，可怜大哟！唉，安尼就会当甲人离掉哦，会当等伊甲身体养好，才阁生啊。就是啊，真正伤过分。唉，谁叫阮秀官啊后头软正，无人通替伊出头。唉。伫足久以前，有一间三合院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《暖暖专门课》，广播剧也未演线，咱先来插一个话题。今仔日个广播剧咧讲一个起笑的查某人。空中好朋友敢捌听过一个名词，叫做桃花笑？
什么是桃花笑呢？节目说入去，咱来邀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凤健老师为咱说分明。桃花笑的查某人，春天来，气候当温暖，春风吹入土地，万物拢开始醒起来啊！百花朝开，烧正变水。不过，伫我细汉的时阵，阮庄里有一个可怜的查某人，见若春天时，伊就开始起笑，讲话无正常，念伊笑念伊哭，行为真正奇怪，嘛真幼稚。庄里人拢讲伊是桃花笑，桃花若开迄时期，伊就开始起笑，笑真久，尾手。伊的翁婿就是阿双伯啊，惊见笑，拢甲伊锁门关伫厝内底，啊叫人甲伊顾咧。毋过阿双姆啊，饭食袂落，不时就传出来乌白笑，也是规步哭无停的凄惨的哭声。庄里人拢同情伊，毋过伫迄个年代，起笑的镜头哪像是无药通医治。讲到阿双姆。伊是一个有读女子高等科出业的，算是新时代教育的少女。伊嫁予门风相当的翁婿，阿双伯同款是高等校出身，伫组合就是农会咧做科长的职务。翁仔某因爱先生一个查某囝，了后才阁生一个查甫囡仔。毋过毋知虾米因端，这查甫囝呢？无偌久煞夭折去，无去。阿双姆啊，真正伤心，伤心过头，算神破病，无搁再有心。一方面，搁拄着国民党迄政府实施375减租的政策，刷落去，搁放领地主的土地，本钱百外甲田园的祖产，全咧无去。阿双伯迄家道咧，全咧。开始落架，经过10年后，阿双伯无法度，搁再娶一个细姨。这个细姨生后生了后，双姆啊就开始桃花笑啊。到我大汉做兵离开阮庄仔头了后呢，我就无搁再转去庄里住，所以我都毋知因兜的消息啦，实在足可怜的。秀官啊，有影可怜啊！伊若是阮小妹，我一定会甲对方理论到底。阵个啦，敢真正毋管因小妹的代志，上适合出面的人就是伊啊，无辜上大。无辜，莫讲啊！结婚的时，人连插都无爱插，啥物无辜？所以因讲要结婚就结婚，要离婚就离婚。真正是欺人太甚，准嫁真无路用，无照顾甘蔗井就准拄煞，连小妹互人欺负都毋出面，枉费甘蔗井辛辛苦苦你甲请。甘蔗井嘛讲，准嫁翁仔某嘛闹要离婚，因为准嫁伤无闲，拢无时间陪某囝。迄是借口，讲较白，准嫁的头路佫需要亲家斗骹手。才毋敢出声。准个啦，毋是咧包工程，所以定定需要亲家斗办zan啊！哈，无路用的查甫人。唉，人是有钱阁有势啊！有钱有势就晓摆，骗笑的。啥物是晓摆？囡仔人莫问，人想要知影嘛。你毋免知。王文清。我上尾一摆甲你讲哦，你若搁带同学走去甘蔗井买因兜，我一定好好啊教你受理。王文清，你是做啥物代志？阿凯啊，因阿嬷打电话来咧讲，王文清带因去看鬼。阿凯迄天暗时就发烧，搁去受惊，
阿哥因母啊讲王文清带因去看小婆啊，阿哥暗时喊面，吵甲规家伙仔拢无才调通困。你哦，你客厅搞几咧？阿嬷，谁安怎秀官子会起笑？因为伊受着真侪委屈。啥物是委屈？唉，甲你讲你嘛听无。受委屈就会起笑哦。我只是安尼啦，秀官啊，就是讲过去好野人兜，就会当改变命运，所以伊受着委屈嘛毋敢讲。唉，想袂到因发现秀官啊未生，就气嫌伊诶。唉，吞论遐济冬，做干那互人当作是一个生囡仔诶机器，免讲心嘛会寒呐。阿嬷，你敢毋是讲你哪来过拢乡？好野人教育真济囡仔，事业大。需要真侪囡仔斗骹手啊！咱兜嘛敢若有3个尔。有效一个就有够，像俊杰阿姐就无有效，生一个嘛嫌济。安尼秀官子也无囡仔，要安怎？甘蔗精啊会照顾伊。但是甘蔗精啊，只是甲秀官子关咧厝内，安尼讲就会好。款势会啦。甘蔗精嘛讲，秀官是文小，毋是武小，毋免去病院。啥物是文小？秀官啊，敢若会家己细细念，袂伤害别人。啊，武小咧？啊，你阁会记得迄个伫大树骹脱衫脱裤的小的无？会记记啊，我足惊伊会骂人，阁会摇人。伊就是武小，会动骹动手，毋过人伊嘛真可怜啊。因先生规工食酒，卡袂着就甲拍，孤一个后生做兵无缘无故，煞来死去。就安尼就起痟啊！因翁无带伊去看医生，嘛无咧插伊，记在伊规工伫外口死个偌数。有影足可怜呢。阿兰啊，要结婚之前吼，一定爱先了解对方的家庭。秀官的翁就是迄种人讲，或者。妈啥物诶？妈宝啦！对啦，妈宝，啥物拢听因老母诶，完全无主张，煞害着一个好好诶姑娘啊！实在真夭寿哦！实在足夭寿哦！可怜诶秀官啊！可怜诶秀官子呀！唉。哎呀！暝已经深啊，阿兰不知不觉就困去。鼻仔迄头，花布梨仔飘啊飘，飘出细细幼幼的吼声，透南伫乌索索的暗暝，互黑暗的影食甲清清气气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《起痟的查某人》是由吴静芳原作，吴静芳大家书编剧，陈以尧台语校正，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静，台语版叶怡欣，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
甘蔗枕、何如忠演出，阿青、陈义如演出，阿凯、李品玉演出，阿国、苏信福演出，阿兰、陈安怡演出，阿青的阿嬷林秋霞演出，阿凤姨夏玉华演出，阿青的爸爸刘坤峰演出，阿青的妈妈桂润婷演出，人客郑良光演出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课。咱今年制作的主题是马哈故事画本。一句以前有一间三合院。这本画本内面有50几张画了足水又阁足可爱的图，嘛有文字来描写作者伫囡仔时代带伫庄脚的故事甲心情。空中好朋友，若有想要得到这本画本，请你赶紧上咱专门去电台的网站，只要帮咱写一份收听节目的文件，就会当参加画本的抽奖。咱每一届会抽出8个至10个幸运的好朋友来赠送这本画本。第二届抽奖的时间是伫10月31号，请大家把握机会上咱专门去电台网站来写文件抽画本。电台网络的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。若是记袂起来，嘛会当 Google 搜寻专门去电台，同款会当找到咱的网站。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。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影闪闪，五树山。孤红的线，金石脚，月娘出遐顶。